看台南市的北门，伫初五暗时有一个民众翘倒摆伫路面，亲像去互钓鱼线去挥着阿妈棍，有一条20公分长的伤痕，加在钓伤是无严重。初步了解有可能是民众钓鱼的时阵，钓鱼线去勾着电火条啊，所以骑车经过的人去互线挂着。 民众真随手的摕起钓竿，伫线顶面来放饲料，准备钓鱼啊。不过，这款的钓线煞会当伤人。台南北门5号暗时就传出一名技师骑车行进北门，要将近台17线的线道时阵，阿妈棍疑似去到钓线，画出一条大约20公分长的伤口。好在在当时车速无紧，啊无后果是毋敢伤。叫大路过拢规个拢有迄盐钓，较早盐钓就钓啦。有盐钓对啊，啊，有人伫边仔咧钓鱼啊。有人在钓鱼啊，迄有遐都有盐钓啦。实际来到北门区附近的郊仔来看，嘛是加减有一寡钓客伫钓鱼。对于钓线去勾着阿妈棍，钓客是研判有可能有钓竿的时阵去勾着附近的电火条，但是为了方便，嘛只会使甲线加掉，就互钓线勾伫电火线顶面。除此之外，北方吹的线嘛有可能是凶处之一。 收起来大个，收起来来，大条的，条伊即摆来交档啊。对。嘿，伊有可能是即个经营较下啦。就照你讲，该是袂啊。规做好，咱无好学白单啊。啊，你就算咱若绑起来，就算绑起来，较加，互你剩一节啊尔。钓鱼嘛是正面讲，莫讲家己误落好，哦，别人嘛，咱嘛了顾着别人安全啊。乡下地区夜间人车稀少，偶尔有钓客前来垂钓。本分局已加强该路段巡逻，并劝导钓客离开，以免影响路人及机车骑士的交通安全。见消息拢无接到这件报案，不过辖区内发生去互钓线交着阿妈棍的意外，警方嘛会加强巡逻，以免影响人车安全。记者王正云报道。